这段要介绍的是台语的入声吼，入声的韵尾。咱要讲这个入声进前，咱先来看一个图。基本上，这是喙唇吼，这喙唇顶悬甲下骹喙唇，这牙后，这是喙齿，才有舌，有舌出来伫遮。咱今仔日要讲的遮的迄个发声的部位哦，第一个上头前是咱的喙唇，就是迄个 b b b 迄个音吼，这个所在，这是第一个。咱用这个英语的 p 来代表这个发音。第二个呢，较内底一点嘛，咱的舌拄伫这个顶排喙齿后壁内底面这边，迄个音声的，吼，伫这个所在，这是第二个。咱用英语的 t 这个字母来代表。那第三个是较牙后壁这边，迄个音是安尼，迄个音咱用英语字母的 k 来代表。过来呢，你应该会看出这个方向哦，对上头前、中央、后壁，搁有一个愈后壁，伫咱牙后底这个所在，迄个音哦，就是你牙后迄发音时哦，对牙后内底安尼，迄个呵的音。咱等下要发的时候会缩掉的，我等下去甲大家讲。所以咱用这个 h 这个字母，吼 p t k h b d g h 这几个音。咱今仔日要配合的吼，共款，咱有 a i u e o o 吼，第一段迄阵有甲大家介绍过，第一个母音 a 过来 i u e o 上下骹这个 o 一点的 o 吼，咱来配合四个尾音，第一个是 b， 第二个是 d， 第三个是 g， 过来这是伫牙后底迄个音。咱要念的时阵吼，这四个音，咱等用直接用一寡咱可能直接用真正的发音的字来甲大家讲这几个要安怎发音。这个你发音了的时阵吼，你的嘴唇就是干的，所以你若配这个吼，伊会收起所以这个字是配的是若这个配这个，你就一开始你的舌会拄伫这个所在，吼，你的舌拄伫所在，所以你的发音就是吼，长物件来这个共款，你就吼你这个牙后的音会缩伫遮，所以就是叫做水的吼，这应该嘛知影。过来这个吼，这个若袂使晓讲台语的人就较歹讲吼。这个就是你迄个吼发到一半就断去，迄音断伫牙后底，所以就是迄就是迄音就调的吼，调的。所以这入声的发音就是就是共款，即个咱来配看觅。即个呢，过来收伫喙唇遮，就是吼，你就咱讲人头壳入水吼，脑袋进水，头壳入水，迄个尾音吼，搁一个，你踏伫遮吼，1、2、3、4的即个呢，共款你吼听起来就出来这咱等者改。过来这个，共款短的吼，伊会断伫牙后底的音。过来共款，你就过来过来是过来是吼，听起来可能足像的啦吼。我真想会到的吼，这个可能是无音啦，这应该嘛无音。这个咱讲出的时阵的就是这个吼，调的调的这参其他的音的后壁有哪有？咱后壁有机会去看到。过来是这个 a 咱共款吼，咱就
a， 啊过来 a， 啊过来一个摇看卖，你讲 a， 吼，这是 a， 有足色的吼 a， 咱有一个物件吼，参正用足色，我帮大家复习一下吼。咱迄阵咧讲哦，这个音伫咱白话语内底，这个你一般啦还袂学过人讲哦，这个是英啊嘛无毋对啦吼，这个读起来叫做英，但是白话语内底吼，咱袂写这个英，咱会用做一个，这个来写做英吼，大家应该有印象英啊共款哦，这个译咱伫白话语内底嘛袂安尼写，台语内底是安尼写啦吼，咱白话语袂安尼写，咱会用这个，所以这个叫做译。就参这个作成，这叫做英，这叫译吼，毋是安尼写，是安尼写，这是你一开始爱小可超工去甲记的物件啦吼。啊，过来共款，这个是 a， 啊，我真想会到的嘛是吼，这个音 a， 我真所想的知影的台语内底哪像无这个发音，啊，这个是 a， 译 a， 啊，共款哦，佫有一个物件爱解哦，这个咱伫迄落。白话字内底吼，咱要讲一的时阵吼，我搁帮大家复习一个物件，你毋知影会记得袂吼？就若像咱咧讲迄个 n 的时阵，咱伫白话字袂安尼写，咱会读一个听起来较雅一点的音吼，叫做烟吼，出烟、白烟吼，大家毋知佫有印象无？就读 n 啊吼，平时咧读 n， 咱袂安尼写，咱会用这个方式写，所以共款，这个 n 吼。咱伫白话字内底，咱即个物件咱嘛袂安尼写，咱会用迄个用一即个来代替一，好，啊，再来即组吼，共款参咱头前学的共款，咱若准讲即个音无用着的时阵吼，伊就会来代替即个，咱就减写一点，所以即两个咱来看觅，咱就是用即个来看吼。咱有恶，啊，咱有恶，啊，佫有这是恶吼，做恶一个恶，啊，佫有来，佫有一个，我超工写两个吼，因为这两个音拢有。首先呢，这个音，这个音有啦吼，落吼，落恶，啊，这两个吼，歹势，这我其实无啥知影吼。以后咱再来检查看觅，即个我真想无有音嘛无音，咱先保留吼。要讲的重点是即两个，即两个呢，因为即个音伫台语内底真正有，就是咱这是学嘛吼，这较是乌，咱咧读这字的时阵吼，咧读学物件的学，吼，也是讲有一寡代志足学讲的，吼，毋知要讲互清楚吼，足学的迄个学，有真正迄个音，啊，咱嘛学迄个音，所以即两个拢会出现。啊，这个时阵你这个学就只好安尼写，啊，若无剩的吼，像这两个，因为咱无学甲学的音，所以这两个就变成代替这个学一点的，所以这是学，这是学一个学吼，啊，这个所在就较麻烦，这两个拢有，所以这个就恢复等于变成伊本地学的音，伊就是学，啊，伊开始学，这两个无共，所以咱来做一个总整理吼，咱共款有6个无音。会当配即4个做迄入声，就是低音缩起来迄个韵尾。即4个拄啊好是对上外口喙唇 b、d、g、吼h、伫内底即个音，所以拄照即个安尼对外口你要甲上内底，所以咱搁逐紧看一下吼，就是 up、啊，这是一，啊，这个是这个一。啊，这个有做个啊吼，着咪啊，这个咱用 ia 吼，袂用这个吼参这个 n 共款啊，这个头拄讲过啊，这个过来这两个头前这个音拢用这个代替 o 就好，这是 o， 这是 o， 啊，但是咧讲这个时阵就是你要记物件啊，这开始 o。啊，以上是咱即4个字母咧放伫字的后壁的时阵，伊就是入声的韵尾。
咱后壁的豆豆佮甲即几个会佫出现，毋过因就是放伫头前，迄个时阵因就是有一寡主音的物件，咱还佫来帮大家做介绍。